哇，呢度啲動物真係好可愛啊！卓穎，你中唔中意啲動物啊？我好鍾意啊！咁你之後會唔會想做同照顧動物有關嘅工作啊？其實我麻麻地照顧動物，我份人唔夠細心，仲要照顧佢哋嘅大小便。係啊，照顧動物要好細心同有耐性。咁你有冇諗過將來想做咩工作啊？我想做同畫畫相關嘅工作，即係好似畫啲人物動畫咁呢。哦，原來你對人物動畫有興趣。我見你平時拎住個平板電腦喺度畫，就係畫緊人物動畫。係啊，我平時都有畫開人物動畫，我第時都想做同人物動畫有關嘅工作啊。咁你平時有冇自己學下點樣整動畫㗎？有啊，我趁住暑假會上網學點樣用唔同嘅電腦軟件整人物動畫，仲會睇唔同人整人物動畫嘅片添。你覺得喺學整動畫嘅過程裏面，最令你開心嘅係乜嘢啊？我最開心呢係整動畫真係好有成就感啊，尤其係見到自己嘅作品嗰陣時。不如我俾你睇下啊，呢個係我整開嘅作品啊，哇，你整得幾好喎！你用咗幾多時間去整㗎？我做咗成個禮拜噶啦。你中意做動畫製作，又好有耐性咁慢慢整。如果用1分到10分嚟比喻你有幾中意，你覺得係幾多分呢？大概8分啦，我都幾鍾意整動畫噶。但你有冇遇到過咩困難啊？梗係有啦，每整一個人物都要改嚟改去，每次改完之後又要重複睇下整成點，所以就要不停改同睇改完之後出嚟嗰個效果，真係好考耐性噶。咁聽落你真係好有毅力喎。我哋啱啱傾咗你中意嘅興趣同將來嘅工作選擇，之後我哋可以一齊留意下有啲咩工係同製作人物動畫有關㗎啦。好啊。睇完呢一個故事，你覺得陳太同卓穎溝通嘅時候有啲咩做得好嘅地方呢？